另外，咱要继续来关心的，就是这嘉义基督教病院的照护中心，是传出互患者啉这盐分足悬的牛奶，害人是直直安尼送急诊。家属是真不满这院方呢，讲要调查结果，却拢无啥结果，甚至落尾阁甲因请走。这照护中心表示讲，其实这患者所啉的牛奶粉呢，是家属因家己传来的，也毋过其实藏食物的所在是开放的空间，所以因会配合警方的调查。他们的员工，嘉义的员工分装到奶粉罐的奶粉，它的钠含量已经超标。然后我们验的数据超标是大概2.6倍，可是这是嘉基自己送的化验，他们的更高，他们验出来的是4.9倍。家属提出检查的报告，讲嘉基基督教病院的照护中心，互因半身不遂的爸爸啉的牛奶盐分上悬，所以造成高血压，一定来急诊。家属就讲，照护中心用的是因家属买的牛奶粉，这当中经过分装了后，验出来钠含量都拢无共啊。那这些奶它放在配膳室。那配膳室是一个公共空间啊，所以包括照顾人员啊、医护，还有家属啊，在病房出入的这些家属，其实他们都有机会到这个配膳室里面。家属表示，代志发生迄当阵，照护中心就讲要来调查，结果到当无一个解说，最后佫叫因离开照护中心。因为家属也一直在质疑，跟要我们保证不能再发生这样的情况，但因为我们事实上也真的无从去了解说这个真正原因在哪里，所以我们当然无法去保证哈。所以经过协调之后，那就是病人他也出院哈，来或是到其他的照顾机构。那医院如果没有做好病人安全维护的部分，届时我们会依违反医疗法来做相关的处理。那目前了解呢，只有这个案子有出现这个状况，那其余的个案没有出现类似的情形发生。家属表示，藏食物的所在虽然是大家拢会当去，但是问题发生到呾，原因也是无找出来，安尼病人的安全谁会当来重视？嘉义市卫生局表示，这个案件即马已经报警，会配合警方做线路的调查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